新鮮資訊，權威報導，立足大灣區，連接你我灣區在線，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新鮮資訊，權威報導，他，立足大灣區，連接你我他。灣區在線，每日傍晚一路同行。灣區在線嚟關注國際方面，以色列國防軍16號晚發表聲明話，以軍喺過去24小時內已開始喺加沙地帶多處區域展開大規模空襲，並調動地面部隊，以實現對關鍵作戰區域嘅控制，為進一步擴大軍事行動做準備。聲明稱，新攻勢旨在實現戰爭嘅所有目標，包括解救所有被扣押人員同徹底擊敗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